迎收睇呢個頻道。上次呢，你記唔記得呢？我就介紹咗嗰架 XL3342，今次我就介紹依架太陽能巴士廣告。咁我哋唔講咁多廢話啦，我哋就即刻拆依架巴士啊！攞唔到出嚟，攞到啦！今次呢個有太陽能TV4811。不過原來我依張相係 VG6020，不過呢，依架巴士模型係 TV4811，唔同。車頭係咁。呢架車其實呢，唔係好似同平時我依架呢，依架嗰啲紅色 MMC， 不過依架金色 MMC。車尾就係咁，大約依兩邊呢，都係好似我前面嗰張相一樣嘅。Solar panel on the roof。依張相同依架巴士模型，你覺得有咩分別呢？我估應該冇分別，但係應該可以開燈，不過唔知點開。今次就介紹到依度啦。喂，今日就介紹到，咦，原來依度有得開燈。就係咁開燈啦，係依個掣。咁今次就講到依度啦，咁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